驚慌鳳姐消失煙塵中。個女仔幾大個啊？個女仔？嗰個都有40幾。當其時點？冧咗，唔係啱啱爬落個倉網係救命，佢啱啱咧落唔到嚟，跟住嗰張好冧落去啦。我哋已經封晒啦，嗰啲塵已經封晒啦，睇唔到啦。再冧咪噴漏少少，拍咁多。肯定得咧。消防員到場，唔理危險，第一時間爬上去，又徒手挖掘，仲要鋸開鐵枝，出動埋曾經參與四川地震救災嘅坍塌搜救專隊，用生命探測器睇下有冇生還者，可惜一路都冇反應，唯有用重型挖泥機，希望盡快救翻俾5噸瓦礫活埋嗰個女人。終於喺尋日下晝2點45分，即係冧樓之後1個鐘，消防員見到一對腳，係一個女人，相信係早前喺2樓窗前求救嘅40歲鳳姐。唔該。佢當時已經冇晒反應，送院之後證實死亡。一瞬間消失喺煙塵之中嘅唔止鳳姐，仲有唐樓唔少住客。返緊工嘅李太揾唔到老公，即刻趕返嚟。走啊！電話唔通啊！揾唔到啊！佢哋住喺3樓，事發嗰陣，佢先生因為放假留喺屋企。之後消防用吊機吊走巨型石屎，加快搜救。到尋晚7點06分，消防突然叫停挖泥機，好小心咁徒手挖掘。知道啊，有。死者係李太隔離屋41歲嘅蔡先生，佢當時因為瞓緊覺走唔切。到夜晚8點09分，消防再揾到第3個失蹤者，係姓董嘅青年，佢被多塊大型瓦礫壓住。佢媽媽之前心急如焚咁揾仔，消防員花咗2個幾鐘，到10點40分先至挖掘佢個仔出嚟，可惜當場證實死亡。媽媽認屍嘅時候幾乎崩潰。呢一宗半世紀僅見嘅冧樓慘劇，到深夜仲有2個人失蹤。